寒天的衫裤就要准备摕出来清露，因为东北季风变强，而且佫有风面通过。下晡开始，北部甲东部农历寒冷，高温会为30度，一升落到23度左右。刷落来后礼拜一、拜二会是上寒的时阵，温度上低干那18度、19度。民众就要注意天气的变化，加脱一领衫。北部天顶的云开始有较侪，气象署表示，自拜五下半晡开始，东北季风转强，加上风面通过，北部、东部因为遮风会先寒冷，高温对30度，一困落甲剩23度左右。雪内顶空气热南，后礼拜一和拜二是各地气温上低的时阵，还到拜三东北季风才会减弱。最低的一个时间点会是落在下周一到周二清晨这一段时间，北部地区的一个低温大概是会在18、19度的一个情形，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的一个最低温大概是会落在下周二清晨这一段，低温大概是落在19、20度左右，所以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点。因为受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水汽增加。气象署指出，自拜六一直到后礼拜二，桃园以北含东半部会落雨，尤其基隆北海岸含东北部地区雨会较大，一直到拜三过落雨的情形才会转好。就是在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是会从今天的下半天开始，一直持续到下周二，大概会是有4天左右。那在这段期间，桃园以北及东半部要留意比较容易下雨，尤其是以基隆北海岸跟宜兰雨势是比较明显，降雨时间也比较长。最后，气象署嘛提醒沿海的民众，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，拜五到后礼拜二这段期间，台南以北含台东沿海也有外岛地区，会有8至10级的强阵风，海影嘛会较大，伫咧海边啊活动就要注意安全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